让在地前带咱来去啉茶。2024年南投德山国际茶道节将于5月11到19伫德山的指南宫要举行。活动期间会使啉到各种的茶米，佫会使搭配市农教育所推出的小旅行，会当伫这个茶乡游览，佫会当啉到茶文化。 2024竹山国际茶道节正式起跑。德山镇长陈东木含真侪贵宾同齐伫咧舞台顶宣布，2024德山国际茶道节会于5月10日到19伫咧指南宫请阳开幕。哇，有60摊的多元茶摊来等着大家。那今年是第2年办国际茶道节，这一次的一个展期有9天之外，那我们更设置有亲子区。你讲来过三亚溪地区欣赏过这内岛的风景。 活动有规划丰富小旅行，让你亲身体验茶农生活，麦当来到社区制作在地传统美食。今年我们有邀请在整个大学里面交换学生，将近有20个国家的一个学生，将这个茶文化、台湾的茶文化带回到他们的一个国家里面去。德山镇公所欢迎大家来这食茶，顺便体验美丽茶文化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